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后早，平安。咱做伙来锻炼咱的信息。那请咱掀开咱的信息578首，信息578首，人生亲像山野草花，信息578首。人生亲像山野草花，千万性命遍布全地，日拍风扫，雨压霜冻，绿草无生花蕊青芳。这条歌的歌词较济哦吼。咱做伙来唱第1节甲第2节。好，请咱做伙来第1节来。人生亲像山野草花，千万生命遍布全地，日拍风扫，雨压霜冻，绿草无生。无论啥草，无论啥花，也我心团定来栽培，花红流烈，我去定定求其所。第3节来，青草伟大，水花微笑，记灯也来，谁来栽培？花红流烈，我去地开，风波我心。第4节，人生业力，千定额标，人生岁月，瞬间快消，几多个我私心算命，叫我辛苦。真好哈！好，咱第1句咱唱一摆吼，人生亲像这边来，人生亲像山野草。第二句咱拢会唱唔对，人生亲像山野草花，山野草花。对好，这后爱唱3拍，爱拖3拍吼。好，来，咱搁来看第2条，信息25首，信息第25首，奇妙性命至善搁美丽。这有6节吼，咱第1节、第2节、第3节、第4节、第5节拢爱唱，拢爱唱啥？第6节吼，恁注意看第6节吼，伊唱的是无啥共，伊就爱伊最后咱来跳过来第6节，到前5节拢唱伫，咱即来唱第1节甲第6节吼，头前5节是唱共款，第6节无啥共，咱即来唱第1节甲第6节吼，来。
载，永我上帝，伟大好雄雄，心的个表叫我人所理解，对咱亲密谈判，咱心灵家乡。对啦，早咱就爱笑落来哦吼，安尼，请咱备办心礼拜。大家平安，咱请咱甲咱的手机啊转到静音，或者是关机。咱即时要来开始妇女事工主日礼拜开始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毋通受欺骗。一切美好的赏赐，甲一切完全的恩赐，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，伊无改变，嘛无天体转世应去的影。咱依照家己的旨意，用真理的道来做咱，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。咱即时三甲来吟圣诗，奇妙圣名，至善阁美丽。圣诗第25首。
咱犹原徛地，一同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丁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。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即时三甲来启应，启应文第38篇，传道书第3章。天下万邦拢有伊的旗，生有时。栽种有时，哭有时，哀伤有时，同房有时，亲热有时，憔悴有时，保存有时，疼有时，静静有时，疼有时，战争有时。我知上帝所做一切，拢会留到永远。上帝安尼做。上帝安尼做，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。咱即时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愿要学了你。阮的心尊主最大，阮的神因为救阮的上帝来欢喜，因为伊看顾妇女的卑微。感谢你高举妇女的位格，你的智慧甲恩典，毋是卑微的阮所为测度，这是何等的奥妙美好！互土粉般的阮领受黑文山的甘露，互孤单的心灵搁再富裕丰盛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你赦免阮将骄傲当作智慧。自大自怨，掠做温顺；你也家己当作顺服，并担掠做听候，毋肯放权，当作困欠。感谢你的怜悯甲恩典。自古以来，所有的瘟疫拢停止伫你的怜悯中。感谢你借着诗人来安慰阮，坚固阮的心。你讲要救阮脱离长鸟仔的落网，甲毒害的瘟疫，也免惊黑暗中流行的疫情，也是一中昼灭无人的毒症。有权能的啊，为着阮最大的代志，伊的名是圣，敬畏伊的人，以怜悯因到代代，伫因一切的路径保护阮。哈利路亚！阮要倚靠你。感谢你保护台湾，无互武力、瘟疫威胁，提升台湾的国家，疼痛台湾。哈利路亚！救恩、荣耀、权能、真实、公义的阿爸爸，学乐、荣光、智慧、感谢、尊贵、快乐、意志，拢归伫你。哈利路亚！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。阿门。主听阮祈
班要用主减听阮的祈祷来带咱敬拜。
共读圣经，记载伫约伯记第2章第7节到第10节，19章17节，31章第9节到第10节，42章第10节到13节，第2章7节到8节。撒旦对耶和华的面前出去拍约伯，互伊对骹底到头壳顶生毒疮，伊就用叶片皮来扒身躯，坐伫火湖中。伊的某对伊讲：“你犹顾接受你的孙权吗？就去杀上帝来死。”若是约伯对伊讲：“你讲话亲像遐戆的妇人人所讲的，怎样呢？咱对上帝受福气，敢无对上帝受灾的吗？”伫这一切的事，约伯并无对伊的嘴来犯罪。19章17节，我喙的气味，互我的某验证，甲我亲白的也验证我的臭味。31章第9节到第10节，我的心若互妇人人引诱去，还是秘伫厝边的门底等，就愿我的妇人人甲人话无，别人也甲伊同房。42章第10节到13节，约伯替伊的朋友祈祷的时，耶和华就互伊的情景复原，搁耶和华赏赐约伯比以前所有的加倍。迄时，伊的众兄弟姊妹甲以前300个人拢来见伊，伫伊的厝三角食，为着耶和华所降落伫伊一切的灾祸，拢悲伤来安慰伊。逐人送伊一块银，逐人送伊一个金环。安尼，耶和华赐福约伯的美景，赢过伊的起头。羊14000，骆驼6000，牛1000对，驴母1000。伊也有7个囝，3个查某囝。今仔日，美术团队要甲咱讲道的主题是约伯牵手的选择，祝福也是离开上帝。咱三界来祈祷，天堂阮的主，阮感谢你。今仔日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阮伫其中要欢喜快乐。今仔日是妇女纪念主日，求你帮助阮，会当拍开阮的目睭，拍开阮的心，通过今仔日的经文，约伯太太的故事，阮要重新来认捌伊，嘛要来重新认捌你是甚物款的上帝。安尼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真趣味，为什么要选择约伯牵手来做主题呢？这是因为我接到一张批，这张批伊是安尼写，看起来亲像是约伯太太所写的。伊渴望我会当伫即个妇女主日为伊讲几句话。这张批安尼讲：我是约伯的太太，我无家己的名，我捌伫圣经出现。我是别人的太太。恁拢知影《约伯记》这本册，嘛读过一开始安怎讲起我。大家印象是我的先生约伯有偌好野，后来约伯失去一切，佮恢复。确实，伊伫这规个过程中，失去每一个人甲每一个财产，孤单伫这个世间。毋过事实上，伊阁有我。总是大部分的人拢认为我是撒旦的代言人，因煞来袂记得，我嘛失去10个囡仔，哭甲要哭无目屎，所以我想，我上好是较早死去，才袂互人当作是约伯的歹太太。我的丈夫真有灵性，当然伊嘛会反抗，甚至会攻击上帝。伊的朋友拢知影。但我要举笔，毋但为我家己讲话，也要为着
已经伫圣经甲历史顶面消失的人讲话。食到即条批了后，无别个选择。讲坦白，我对约伯的太太认捌嘛无多。今仔日我从约伯记内底讲所有讲起伊的太太经文拢列出来，大家发现嘛真少。为着要好好读即个约伯记，我就对第1章读到落尾。我还发现约伯的太太敢若亲身出现过一届，就是伫第2章第9节的所在，伊讲过一句话，其他拢是约伯的朋友上帝，无就是咧讲故事的人的声。我鼓励大家转去，一定爱甲约伯记读一遍，因为伫咱的实际生活中间，约伯的牵手甲伊的翁会拄着的，咱嘛会拄着。各种的灾厄，无论是财产的损失，还是家己艰苦病痛，或是亲人的死失，有时咱会听到正面鼓励的话，嘛会听到批评甲负面的声。毋过，咱敢有想过，其实有一寡状况超越咱的理解，特别是痛苦这件代志。我考劝哦，大家一定要好好等去读了，毋通连约伯的朋友拢不如。约伯的亲戚伫约伯上6岁的时阵找无人，直到最后头壳的经文讲，伊搁好野的时阵，伊才倒转来。而嘛，大家会记得，无论约伯拄着甚物款的情形，拢是约伯的牵手伫伊的身躯边。大家转去会当伫网络顶面来收听约伯记，也是去公报社买即个 CD 来听。转去我甲大家报2点钟就会当听完啊，自头到尾听过一遍。伫遮嘛，可劝大家咧陪伴拄着痛苦死死的人，其实毋能2点钟，是一个搁一个2点钟。讲起约伯的太太，毋知到呾恁安怎想？恁阁会记得伊头壳所讲的迄句话吗？好，咱的即个真大心已经甲 PPT 放出来。这是伊的太太伫约伯记中间伊的一句话，伊安尼讲：你要顾接受你的顺转吗？就弃绝上帝来死。比起约伯即个太太的话，毋若真少。大家听到这，感觉讲啊，这个话敢会听进？约伯的反应可能嘛是安尼，伊刷来了接起讲。你讲话是亲像遐个戆的负责人所在讲的，怎样呢？咱对上帝受福气，敢无对伊受灾厄吗？当你咧读、当你咧听的时阵，听到怎样呢？毋知心内是啥物款的感受？我听到的是约伯的太太对约伯遐承受大大的受气，总是约伯的太太嘛伫极大的痛苦中间。伊毋是路边行过的路人呢，伊是失去10个亲生幼稚的囡仔的老母。伊的翁即马判病告急，脾气嘛足歹的。伊的痛苦，咱敢有法度想象甲体会无？毋若咱学伫想象，其实连伊的亲的翁婿约伯嘛无法度。约伯接笔伊的话，毋是讲情绪要透一个字意，约伯是直接甲约伯太太交。用“交”这字非常的歹听，因为“戆”的负责人，迄个“戆”负责人的这字，伫原文内底，毋是讲一个负责人头壳歹哦，毋是安尼，是咧指责伊讲，你的道德有欠缺，你对信用经历真无知，怎样呢？佮加一句，怎样呢？哇！要不要表达出来是啥物？是厌恶，是无法度忍受。约伯一点仔嘛拢无孤单，因为伫伊后壁侪信仰的牛人拢甲伊赞声。有名的教父奥古斯丁安尼讲：约伯太太是撒旦的共路人。长老教会的会祖加里文安尼讲：这是魔鬼的工具啊！伫台湾找到记录内底2018年教会公布3482期的文章内底，讲起约伯互伊的牵手来祈求。伊的牵手无同情伊，也无甲伊共心，佮用上恶毒的话来甲伊质疑。伫约伯甲朋友讲话的时阵，提起因太太的所在有2逝，一逝讲起我喙的气味，互我的某
亚真。华语讲我口的气味，我妻子厌恶，所以伊的太太嫌伊足臭。真趣味，讲伊的喙的味足臭。咱头壳有读到，伊是规身躯生毒疮，所以毋那伊的喙足臭，伊规个身躯生毒疮拢会足臭。也毋过对约伯的太太讲，伊的翁婿确实，毋管是伊的喘气，还是伊讲出来的话，对伊来讲拢臭甲。真正有够臭，咱继续看落去。当约伯要为着伊家己的儿女来做辩驳的时阵，伊用伊的太太做救助的对象。伊安尼讲：我的心若互妇女引诱去，也是我秘伫厝边的门底等，就愿我的妇人甲人话无，别人也介于当房。华语说：我若受迷惑，向妇人起淫念，在邻舍的门外蹲伏，就愿我的妻子给别人推磨，别人与他同事。约伯的救助就歹听的，伊若翻译出来就是：我绝对无去困别人的某，若是有，我的某就互别人困去。这款的思考，太太伫边啊，因为伊自头到尾拢伫边啊，伊听到有啥物感受？约伯的话敢毋是臭吗？当然，你会当替约伯辩驳，伊就人足艰苦啊，所以话拢乱讲。也毋过嘛，反映出约伯伊甲伊迄个时代已经内化文化价值观。也毋过，若照圣经的律法来处理，你若真正有惊奸淫，石头点死就好，你家己处理你家己就好啊嘛。你牵拖你的某囝要创啥？你牵拖你的太太要创啥？所以咱会当讲约伯，虽然伊的喙无犯罪，伫个即个圣经内底讲，伊无黑白骂上帝，也毋过到一个程度，伊家己会受气安那？对啥物人出去？对伊的太太。毋通袂记得，伊的太太有比伊较无艰苦无？无，共款真艰苦。约伯完全正直，无犯罪。是上帝一开始的眼光，也毋过伫这个患难中间，这个太太感受到的，可能是另外一个故事，另外一回事。咱会当继续演说约伯甲信仰前辈的想法，也毋过伫经文的中间，就是头挂上落尾的所在，耶和华并无赞同约伯的意见。耶和华上帝无认为约伯的太太是一个戆的妇人。当上帝咧责备约伯的朋友，对上帝的议论无亲像约伯遐尼啊正确的时，上帝对约伯的太太无任何的批评甲责备，甚至咱看到到落尾，约伯是毋是阁生10个囝？伊的太太诚做约伯定心中建的时阵，上界重要的谈判。所以咱有必要阁来斟酌来看。安尼，到底约伯约伯的太太所讲的迄句话是甚物意思？第2章第9节安尼讲：你要顾接受你的孙权吗？就弃绝上帝来死。其实这句话会当分做2部分。第一部分就是你要顾接受你的孙权吗？这是一个问题。第2部分就是就弃绝上帝来死，这是一个啥物？建议一个肯定的句。伫这个所在，咱也是转去好看约伯记来发现，其实约伯伫遮，约伯太太伫遮是重复上帝甲撒旦的话。头前的迄句，你要顾接受你的孙权吗？上帝伫第2章第5节的时阵有安尼讲起，讲约伯要接受伊的孙权。撒旦什么时阵讲到第2句呢？就是当这个约伯受到这个魔鬼的撒旦的这个攻击的时阵，头前一开始是所有的财产都无去，所以上帝讲伊要搁接受伊的孙权。后来撒旦就讲一个物件，讲你若甲伊磕着的时阵，伊就会当面弃绝你。伫遮就弃绝上帝。是撒旦捌讲过的话，一个新的要素是来死，这个要素是约伯太太所讲的。也毋过，伫遮有一个真重要的叫做弃绝上帝。弃绝到底是啥物意思？弃绝这字伫原文内底叫做 barak， 就是祝福的意思。祝福的意思，
祝福即个字，其实毋若伫遮出现过，伫约伯记内底，其实上帝嘛讲过，其实约伯嘛讲过，其实撒旦嘛讲过，伊是安怎处理的呢？伫第1章第10节的时阵讲起，这是撒旦对即个上帝讲：你敢毋是用篱笆围伊，佮围伊的厝，甲围伊四面一切所有的吗？伊的手所做的，你祝福伊。伫遮祝福就是巴拉克，就是祝福。所以撒旦对上帝讲：你祝福约伯，互伊的家业也伫第2加添濟濟。那撒旦讲：你上帝祝福约伯，约伯家己嘛讲呢。约伯讲：我腾摕出老母的体，也要腾摕转去遐。耶和华想事，耶和华得去。着俄勒耶和华的名，这个所在着俄勒耶和华的名，就是着巴拉克上帝的名，着祝福上帝的名。这反正俄勒的字就是祝福的意思。也毋过，这个巴拉克嘛有可能有伊负面的意思。伫个这个约伯记内底，撒旦嘛讲过，约伯嘛讲过，约伯是安尼讲。恐伊替伊的囝咧献祭的时阵，伊讲：恐惊我的囝伫心内弃绝上帝。意思就是伫心内祝福上帝。为啥变遮犯罪弃绝的？用一句台语来讲，大家就会知影：爱你袂着，祝你幸福。什么意思？要分手进前是安那？祝你幸福啊！来安那？紧来走！伫遮就是安尼啦。我要离开上帝进前是安那？祝你幸福，紧来选。所以巴拉克这里到底是正面的祝福上帝，还是这带有负面的意思？祝福了要紧来选的离开上帝，再会，其实拢有可能。所以对约伯的太太来讲，到底伊讲的是你爱祝福上帝，准备来死，还是你爱甲上帝讲撒由那拉再会，然后来死呢？讲坦白的，拢有可能。所以，伫个这个所在，咱会当看到，无的确，约伯的太太讲的，毋是要约伯做一个无敬虔的人尔。伊用迄个问题，正是撒旦挑战上帝的问题。讲约伯来接受伊的宣传，检采是无因端的吗？伊真正是完全无目的，才来敬畏你吗？才来接受伊的宣传吗？这个问题。约伯的太太，伫约伯还毋知影的时阵，伊就已经讲出来啊。今仔日这个局，这个约伯记的规个局，是因为天顶上帝甲撒旦来争论这个问题，应该是讲撒旦挑战上帝来争论，敢有世间的人会因为无因端来信靠耶和华？所以伫遮，我毋知影为虾米伊的太太知影这个代志，也毋过对伊的。问的这个问题，看起来有无一种程度的了解？不过，伊无停伫个遮，伊阁互约伯一个建议：要祝福上帝无？祝福上帝，还是你要甲上帝讲再会无？你爱做一个选择。约伯做啥物款的选择？那对于后壁来看，约伯拒绝伊太太提的建议。因为约伯无论安怎，伊都无想要来纠缠上帝，伊嘛无愿意死，伊阁较无法度正面来祝福上帝，实在是祝福袂落去啊！伫历史的顶面，咒诅弃绝上帝的解说是得到胜利的，是主流的看法。头壳有讲到奥古斯丁甲加利文讲起。伊的太太是撒旦的罗卜帮战者，工具甲动乐人。也毋过，咱已经看到，伫遮即句话嘛，会当有无共款的解说。所以约伯的太太伫即个故事中间的角色真特别。一方面，伊完全伫伊的翁的意影下骹，那亲像伊甲即个故事无地带，因为第2章到十了后，伊就消失啦，一直拢无阁出现啦。总是另外一方面。伊阁互约伯反映出伊所讲的话，后续约伯开始咒诅家己的生日，家己开始去甲伊的朋友去对辩，到底伊家己是毋是讲伊的时阵，其实已经反映出
伊的疑问啊：你要顾接受你的孙权吗？后壁约伯为家己的孙权来辩护。所以虽然约伯责备伊是戆的妇人，也毋过伊的话确实有效果。对约伯来讲，伊是第一摆受到死亡的威胁，而且伫伊的面头前有选择，到底是要巴拉克上帝祝福上帝，还是要巴拉克上帝上帝讲再会？约伯爱受即个精世的即个所逼，爱做选择。对约伯的太太来讲，生产本身。生得过满酒芳，生袂过安那四地帮。伊生几个？大家知影吗？10个，伊生10个。换一句话，伊面对过10届的啥物死亡的挑战。古早生囝无亲像咱打遮尔啊，是毋是哈？古早生囝真正是生死的问题。10届生产，10届面对死亡的威胁，10届约伯的太太爱做选择。伊每一届拢爱做这个选择，到底是要祝福上帝，还是安那离开上帝？所以，伊将这个死亡消解互约伯，但是迄个心中的犹豫，迄个犹豫可能是伊捌有的，嘛提起互约伯知影。约伯无过遐尔啊确定，约伯开始问问题。伊开始用地上的观点来辩论，无过将进前耶和华的观点当作理所当然。约伯太太真关键，通过伊，约伯才有机会对一个确定的信徒变做会提问的信徒。当即时，约伯因为犹豫来产生伊生命的亏待甲真实。约伯才开始伫生死中间，伫苦痛、伫犹豫的中间，重新去省察。伊对上帝的信仰，伫誓言中，上帝讲起，伫上帝面前无因端的信仰是必要的。伊甚至愿意为着正视这件代志，互撒旦来试人。小家庭团结在查经的过程中间，阮有兄弟做真正无法度明白，上帝哪会晓允准做即款的代志？迄甲咱心中迄种对公义上帝的想法是完全无共款的。上帝的公义甲人想象的真正无共款。对人来讲，无因端的信仰是一种选择。什么意思？咱来到上帝面前，可能有侪的需要。上帝，你若甲我医好，我就安那；上帝，你若安那，我就安那；上帝，你若安那，我就安那。这叫做有因端的信仰。上帝无责备这种有因端的信仰，总是上帝在看，是毋是伫人中间有可能有迄种无因端的信仰。天顶甲地面的观点实在是天差地远，也毋过约伯一开始毋知，伊是慢慢通过甲朋友真长的讨论，才来渐渐明白。就亲像上帝甲撒旦的讨论共款。约伯还未明白进前，约伯的太太已经讲出天顶会议的2种观点，以及人需要选择。约伯的太太无去辩论，到底即马是啥物情形？伊只是用一个真实的问题，甲一个建议，互伊的翁婿。虽然伊受到翁婿妹妹以及所有侪后世解说者的攻击，也毋过伊点点无出声，伫约伯的身躯边。直到约伯伫迄真长的对话甲惊喜的路途顶面，得到上帝的回应，最后佮甲约伯做伙建立新的生活。约伯的太太伫家己苦痛到极的时，落去陪伴迄个苦痛到极的约伯。因无伫苦难中随时做出祝福上帝，也无向上帝讲再会的这种选择，因是直到因家己，佮经验着复原的新生活。所以约伯的牵手是勇敢的，是智慧的，是点点陪伴受苦的会受苦的。伫这个妇女纪念主日，咱做伙来纪念伊。纪念千千万万伫咱的生活中，逐所在有血、有肉、有目屎的约伯的太太，因用因的行动讲出因对
上帝的人物。所有遮个姊妹的名字，咱的上帝拢知影。咱三家来祈祷。听从阮的主上帝，求你扩大阮对你的认捌甲想象。你的形象是遐尼啊丰富，你是天父上帝，是老母上帝，是少年上帝、老人上帝，以及真侪阮阁无法度用嘴来讲的迄个上帝。主啊，阮伫即个妇女纪念主日，阮特别要纪念受苦的妇人人，特别是当因家己是受苦的时，也爱去陪伴其他受苦的人。主啊，求你赏赐阮有即种属灵的眼光，学习要不要太太智慧，毋惊对你问问题，也毋惊用阮的性命亲身来敲找问题的答案。主啊，听阮的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三角来吟诗，人生亲像山野草花，圣诗第578首。咱即时来奉献。
请坐，这是来请妇女团结会长吴美珍会长来做妇女事工报告。牧师、中集，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警告咱，互咱伫基督内底成做一体。才伫今仔日的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总会妇女事工委员会向大家来请安甲报告，感谢咱的支持、大岛鼓励。互咱的总会、中会、区会的妇女事工会当顺利来推动。咱今年的妇女事工的目标就是定根本地实践听，连结普世行公义。咱所推行的事工有全国的妇女人才训练，伫1月初7到初9，世界公道日3月20。阁有全国妇女的灵修会，伫7月26甲28；全国的查经营，伫11月初1甲初3。女选杂志的推出，就是每段月拢有刊物女选杂志，阁有小钱祈祷奉献的运动，来帮助世界各国的弱势的妇女。咱本会的妇女团体聚会时间是礼拜2上午8点到9点半，妇女的祈祷阁有聚会。拜六咱的8点半到9点半是咱的妇女诗班的练习。感谢教会的牧长，咱的兄弟尊重妇女，珍惜妇女的经验，维护女性的尊严。互咱台湾的妇女因为福音得到讨放甲自由，恳请大家伫祈祷的中间三甲谢念，通过阮的服侍，互上帝的荣耀得到彰显，咱众姊妹得到主满满的祝福。咱嘛欢迎妇女做伙来受造就，参与服事，做伙成长，互相扶持，彼此带导鼓励。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。咱嘛真感谢上帝，虽望伫旧年咱有真侪事工拢暂停，但是咱还阁会当伫遮做伙来敬拜上帝，实在是真大的恩典。下面是妇女团契2020年的事工的回顾，请咱大家来观看。以上报告。幸福天地，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。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，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，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。是遥不可
是真理，幸福是写下中本给上帝，因他的看顾你。他并不是遥不可及，也不需要完美主义，他是真实而简单的，活在主爱里。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，感谢上帝供应。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，教别人的利益。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，每句都是真理。幸福是写下中本给上帝，因他的看顾你。幸福是写下中本给上帝，因他的看顾你。咱来看咱的周报第9页，伫迄个所在有咱这礼拜的报告。教会消息：本会主日为总会所定妇女事工纪念主日，由妇女团契负责第1堂礼拜事奉，请大家关心妇女事工。第2点，今日上午9点到11点，牧师伫办公室担任美国纽泽西台美团契长老教会线顶的灵修会讲师，甲伫美国的兄弟姊妹进行线顶的问答。第3点，本周是部会周，请各部长召开部会。3月14日下主日第2堂礼拜后，伫社区发展中心嘉比屋召开中执会，请中执团契会长、机构首长参加。而且将开会报告的资料，伫3月10拜3以前交予干事来准备。2020年的学年度第2学期起，台南新学院分配新学生林文택来咱教会实习。牧师伫顶礼拜有甲介绍过啊吼。好，咱奉献的明细刊伫12页到13页，请咱家己看，若有出入。甲咱的干事讲，有担当事工分担的人，请注意14页到16页的事工分担，请大家斟酌。咱即时要来读金句，金句第10面，金句第10面，我读1摆，大家来读2摆。因为我知救赎我的是我的，日后伊徛伫土的顶面。我即个皮败坏了后，我要伫肉体外面得看到上帝。约伯记19章250到260，咱做伙来读。因为我知。约伯记19章250到260，因为我知救赎我的是我的。咱要介绍今仔日特别来宾，但是我遮无资料。咱厝边隔壁，敢有今仔日头一摆来教会的人，请恁来介绍一下。因若无互介绍，咱就甲请安，欢迎伊过来。咱会后再过来甲伊交接。咱三个来吟圣诗。愿主仁爱甲你同在，圣诗第400首。
主心爱，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，愿主赐我你心里安宁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当阮伫课堂中，阮感受袂着你，毋是你无伫遐，你伫遐。求阮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地上帝听堂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每一个兄弟、三甲弟弟，对即碟到世代保证。阿门。请坐，别倒避讳。